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吳平真。川普去到中國了，你講我講你偉大呢？你我有影真熟悉。其實我嘛知影，這個囡仔版歡迎對你的意義真重大。好話講了足濟，我攏咧聽。獨獨台灣的代誌，你講我聽，目前還佫無消息傳出來。到底川普甲習近平會佫講啥物？咱繼續來觀察。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淡江國際事務與戰略所英語教授王明賢。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香港抗疫國際評論主筆劉燕婷。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首先咱來看，美國總統川普隔了9年，佫再次來訪問中國。今仔日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了會談，雙方講了差不多2點鐘，佫15分鐘。結束了後，兩位領導者去參觀着天壇。根據着美聯社的報道，有記者來問因講，有講到台灣的相關議題無？兩個人攏無回答。當咧中國進行3天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川普，14透早10點出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佇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歡迎儀式。紅毯邊的囡仔甲2個國旗壓冠歡迎川普，刷落來兩個人做伙看儀隊的表演。共同為中美關係這艘大船領好航、掌好舵，讓2026年成為中美關係繼往開來的歷史性、標誌性年份。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Sometimes people don't like. 這場傳習會重點放佇伊朗戰爭、油價、關稅、貿易戰、台灣議題，抑個 AI 甲科技競爭真儕項敏感的問題。我個認為會影響美中長期戰略競爭核心的，也是台灣議題。北京繼續不滿美國對台灣賣武器，也希望華府佇台灣獨立的問題有更較明確的表態。會談的一個重點是伊朗戰爭。路透社指出，川普可能要求中國協助對伊朗施壓，推動停火甲談判。美國國務卿羅比奧也佇空軍1號接受福斯新聞專訪時表示，希望說服中國更較積極考抗伊朗，叫伊朗停止佇波斯灣的行動。Asia more than any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because it's heavily reliant on the Straits for energy. 會談進前，北京早時宜安市明顯升級，天安門廣場、紫禁城四邊，抑個川普大個飯店附近，攏部署大量的警力甲警車，真濟車路也交通管制，禁止機車、腳踏車在內的所有車通行。因為川普甲習近平今年的互動可能唔若即屆，我甲預估雙方8個月內上濟可能會面4屆。除了這屆北京峰會，川普了後，閣計劃邀請習近平訪問北京。川普本人也可能出席11月佇中國深圳舉行的 APEC 峰會。也若習近平可能佇12月前往佛州德蘭尼出席川普度假村舉辦的 G20 峰會。公司新聞陳秋梅編譯。今仔日因差不多會面2點鐘，佫15分鐘吼。出來了新華社發表了這個新聞稿，內面第2段、第3段就講到台灣問題，講若處理無好，迄是真歹的代誌。伊當然毋是安尼講啦，吼，就是講台灣問題若無好處理是安怎，但是伊這邊美國就無啥物回應吼。當然，大家上關心的是講，這進前就1、2天報紙攏講，你台灣問題可能倒頂，台灣會叫買去。王老師，你安怎看？我感覺中國有這個想法，就是講，趁這屆川普吼來北京，甲因的想法透過這個美國來訪，來甲做一個國際宣傳啦。就表示講，美國對這個問題嘛有共款的想法，就是講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什麼人攏袂使來去參加，來去影響着，所以某種程度這個思考。第二個思考就是講，
咱拄仔看講，因兩個等咧迄個北京大會堂吼，講2點偌真久出來，大家問講什麼代志，大家攏無講。所以參觀迄個天壇，你知嘛？天壇就是中國歷代吼迄個帝王咧拜吊的所在嘛。天主咧祭過祖先就是天主啦，就是講伊即屆傳播來中國，感覺講伊足就尊重啦吼。一路花蓮有人送花，有小朋友甲伊迄個歡迎吼，還佫有迄個閱兵。警察無叫川爺爺。哦，對啦，所以對伊來講，這是足重要的一個機會。因為2097年伊第一任嘛，伊嘛來中國嘛，迄陣訪問就無驚伊遮爾盛大吼，遮爾重要吼。那麼我感覺講，咱必須要思考，拄啊，習近平伊個發言有講到一個年代，就是2026年，就是今年啦。伊講。今年是中美吼，什麼繼往開來，標誌性歷史性的標誌性人物。為什麼2005年呢？因為今年若無好嘅，無到到明年，對中國來講，明年2005年其實伊建軍100年嘛，所以伊要進入伊的21大，伊要繼續4年做國家主席，做迄個總書記，嘛是足重要。所以這2026年對來講，要穩定。安定，袂使有變化，所以伊必須要甲美國關係做好。對川普來講嘛共款啦，川普即屆來帶10外迄個好野人，什麼 Apple 啦、大頭家啦，迄價格嘅，迄差不多伊個身價差不多34億台幣，差不多一條啦，迄美金。一條美金。所以伊帶這邊人來舞，就來個中國來講，我要來做生意，我要來趁錢，你門愛靠拍開，因為咱在了解講第一年時陣。中美有經貿談判嘛，中國答應我要甲買農產品，攏無答應，嘛無甲貿易平利差，所以即屆有人咧講，川普來中國有兩個思考愛討論是一個3T，一個3B，T 大家嘛知影嘛，台灣嘛，貿易啦，還是關稅，甲科技，佫一個3B，上重要是3B啦，為什麼呢？因為在一個市中線要搞對無？川普對來講，伊若我都甲要中國甲美國買黃豆米嘛、餅嘛，也是迄個牛肉 beef， 也是迄個波音客機 Boeing， 因為波音客機本來去年要買，後來因為迄個中美的貿易伊就停嘅。3T 3B 伊是要思考的問題，要甲伊談啦，毋過對中國來講。無管你3T 3B 攏無重要，上要是迄個 T 啦，台灣啦。你來講台灣來講，伊什麼代誌結束啊？因為對習近平來講，伊來講今年我都叫川普改變伊的對台海政策。因為台海政策，美國就是講我3個公報一個法，佫雷根6項保證，出售對台武器。若講伊來接受為美國無要支持台獨。變做反對台獨吼，伊就贏嘛。因為反對台獨伊就意思是講台灣毋是國家，台灣無主權，這種想法。所以對中國來講，替台灣上重要。對美國來講 ，trade business 貿易上重要。所以雙方無共款的想法。老師，你認為伊敢有可能講，我川普反對台獨，影響到我認為台獨會影響到台海和平，我無贊成，伊會安尼講嗎？伊袂講，因為我感覺講，頂禮拜魯比歐就是講啊，台海的變化，迄是影響整個亞太國家、全世界國家的互利嘛。因為台灣不只干啦，台積電啊，還有高科技，佫足儕物件。台灣也是美國足重要一個牌。既然是美國足重要一個牌，伊無輕易把它拍出去。所以我感覺講，即屆川普去中國訪問，上重要是講，若我都甲即個企業，Apple 啦，迄個特斯拉啦，找到生意。波音科技個計袂幾台，對伊的選舉有幫助啊，即個選民啊，感覺講你做這個生意，所以我感覺講即屆上調是中美透即屆見面來確定伊的地位，這地位就是講因兩個是無要對抗，因要相向而行，因要好好思考未來要進入2007年的思考，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一個階段。毋過我感覺講。大家講中國要台灣問題，美國要經濟問題，所以雙方透過這個代誌，唔係你拍拉緊。那事實上有一個問題是，迄個川普想要講，無愛講出來，其實嘛講啊，就是伊朗問題。因為伊朗問題對中國來講的話，有這力量來去幫助美國，勸伊朗接受美國合約。
因為伊朗的90%的石油賣到倒，賣去中國，所以中國控制90%的石油。啊，所以中國間咧，伊個伊朗佫有足儕建設，所以伊朗甲中國關係足好。啊，即馬中國即馬攏無愛講，所以頂禮拜川普接受記者訪問，伊就講，即個伊朗問題，我家己在處理，無需要中國來處理。當伊講即個代志時陣，所以中國就聽到啦。因為你袂直接甲中國講，你甲我處理伊朗問題，但是你若甲我處理了，我會互你一寡好處。所以這種交易，所以有一家伊個幾個行程來看，2天3天3暝2夜。老師，因閣會閣講未？袂閣講，因為袂閣講啊。因為咱了解講，因今年也毋是講干一屆見面啦，伊在伊個閣3擺。在伊個咱 APEC 嘛吼，咱咧深圳無定就全部過去啊。啊，在伊個咱咧迄個邁阿密的迄個集團體會議，無定就習近平會去美國，所以因閣有足儕時間會使好啊討論，好啊來做一寡思考，所以無啥要緊啦。無要緊，就是講今年是見面。蔡老師，如果若長期性來看，這個川普敢有可能在台灣的這個問題上，實際上未改變，但是這個拔喙水會做一寡民主互川普呢？是啊，但是伊這個就是啥物，唔通干那看到菜店吼，特別切肉，無這個意思就是講吼，台灣的問題對伊來講，唔是干那安全。牽涉到貿易、晶片，台灣遮爾重要，伊袂使去賣啦，吼，足濟佇台灣咧講吼，這台灣吼，伊是伊咧講啦，習近平講，無代表美國會答應伊的要求，而且因這個國家是安尼哦，有當時啊，你講的話，伊去甲伊扭曲，哦，過去美國是講啊，我知影恁攏安尼講好，我認知安尼啦，中國甲伊寫啥，佇中文甲伊寫承認啦，所以即個帶人。有迄個專門會曉聽有中國咧講啥呀？你注意來看，因兩個講的時陣，川普有當時也嘛無替翻譯機裡咧聽啦，伊也無咧甲伊聽迄啦。其實因知影中國一定會講這個，吼。啊，我的意思就是講，中國伊要趁這個機會，應該是稀咧咧啦。但是對着伊攏的問題，伊會放死因仔提啦。伊講我嘛無法度啊，伊攏也袂聽我的啊，哦。當然，伊是希望解決啦，緊解決啦，吼！對川普上重要，因為即屆有牽涉到期中選舉啊。11月迄2個會吼，迄種船啊已經攏駛過啊，火車也開啊，但即個是真重要啦，吼！當然我是感覺安尼啊，就講單純的貿易，大家毋甲看講吼，好要來處理國家的一個每一個國家的。所以老師，你認為這貿易關係甲台灣的問題，這慶當無共款？當然啦。就算講伊要交易，中國要用啥物來換啦？簡單講是安尼，所以是我感覺是無可能啦，吼！伊一直咧講吼，兩個毋通吼有互相懷疑啊，以後會相拍。是你要侵略台灣呢？你閣有迄個面來要求講吼，咱的安全吼，大家來控管。其實是你放棄，莫武力侵略台灣，上重要是即個啦，吼！毋是講好台灣主張台獨，就引起兩岸的衝突。台灣從來都無做這項代志啊，川普嘛足了解啊，吼，咱敢有宣布啥攏無嘛，是你佇遐要拍要你啊，你佇遐舞刀舞劍啦，所以伊若講迄時陣，川普就講你安尼袂使哦，你要放軟哦，我看這兩天啊飛機有較少一點嘛，吼，飛來台灣的飛機有較少一點嘛，較少一點嘛，吼，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講，因一直攏袂改變，足簡單的嘛，你都莫去威脅你這鄰近的國家，莫威脅着台灣，莫威脅着菲律賓、甲日本的時陣，大家攏好講好笑啦。吼，貿易個代誌，你若無認度，11月份川普就甲你電落啊。過去第一次的貿易戰是安怎？因兩個見面了，都等於無幾個月講好，我來大家也都要相記。吼，所以我的感覺是安尼啊，是講吼，毋通干那看大家去，當然去遐好面前看啦，吼，去參加因祭拜的所在啦，迄種足水的啊，我知啦，物件嘛真好食，囡仔大家攏講吼，歡迎吼，但是事實上袂當干那看這表面的啊，私底下因到底兩個吼，佇貿易上交換的啥，這較重要。因為咱看川普啊，毋是一當兩當啦，吼。是啊。咱照來講咧，有當是講當吼，其實往西。那麼毋知影講伊實際上是咧講西，但是我要請教蔡老師吼，蔡明鳳老師，這他拄仔咱兩位老師攏講吼，講其實比着川普要叫人買的物件，甲台灣的這利益，這稱重無夠。
這袂當摕來換。川普敢心頭是安尼想，這頭一個，第二個就是講，川普這個貿易這個利益敢有遮大，伊就繼續來甲關稅甲討懸安尼，伊就佫趁錢。雖然即擺法院也判斷，甲判決講你無效，對伊來講，這個貿易談判是重要無重要？我嘛分兩點來講，第一點就是講，伊會去買這個物件，伊會足感覺會足重視的。我感覺其實若伊即馬買的量吼，講啊歹聽，台灣、日本甲買嘛有夠啊。哦，因為伊都跳票嘛，伊嘛買無遐濟嘛，所以迄種白拉票要買偌濟輸在哩。第二點就是講要參即個中國進行即個貿易的談判，我感覺談判的重點毋是講你要甲我買偌濟，談判的重點有哪是你對我產業的保護，對我產業的利益的保護，你會當做啊到對。那若要講因佇即件的即個川普參即個習近平因會面吼，講會當有偌大的改變，其實我是較保留。保留的原因是因為講，你當然對着若講農產品的採購啊、牛肉的採購這物件來講，其實這是對中國來講嘛，毋是真嚴重的代誌。我甲你加升樓價，甲你買一掛，其實對中國來講，伊無差啦。反正凡是尾來攏跳票，所以甲你無差。啊，第二點就是講關稅的部分吼，其實美國即馬嘛面對着即個物價開始咧膨脹嘛，吼，因上新的即個物價，即個膨脹率是已經到即個3.8。啊，你講川普會講啊無我反正關稅嘛，即個美國法院嘛安尼判來判去，到底尾啊是要幾趴嘛毋知影。川普會講，互你收減一寡唄，這是有可能的。但是講對着美國來講會有啥物傷害無？我感覺是無啥傷的，因為你就是袂扣較少的關稅過，啊，你的物件來當較俗的，對伊的即個通貨即個膨脹嘛有一寡幫助嘛。第三點就是講，大家上關心的即個關稅啦吼。即個關稅來講，對着美國來講，咱即個貿易談判內底，我感覺這是上重要的。大家會去煩惱講啊，即件對於做伙企業，比如講 Apple 的即個總經理，即個 CEO Cook， 還是講即個 NVIDIA 吼，即個CEO 即個黃仁勳引起，因是毋是會講引起，是毋是代表講伊會放鬆？我感覺這是兩件代誌啦吼，因為我若真正要甲你放鬆的話，不管我有要去無要去，我攏會甲你放鬆。我講因即個關稅會放鬆吼，我較保留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講，佇伊要去進前，其實伊毋是干那今仔要去啊，但是伊佇要去的進前這段時間，包含着伊參伊朗的即個問題，包含着伊最近上新的，就是去針對即個貿易的財政部長貝森特講啥，甲中國兩間大間的銀行講，你若甲參伊朗安尼往來，我會甲你制裁，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講，對着參伊朗甲有咧往來5間的中國的即個石油公司，伊嘛是要對伊制裁。所以佇即個情形下，你講我關稅會當放啊到外省，這是我上來會感覺講無啥可能的原因。這是美國的部分。啊，你若佇中國的部分，其實中國自去年年底到即個東西，其實咱觀眾朋友也咧關心台語台遮個討論的話，第一點就是講對外的即個貿易法，伊即個對外的貿易法，其實伊是對着只要會影響到即個中國主權的國家，伊攏會去甲制裁呢。第二點就是講，伊釋出一個講，伊若做產業鏈、供應鏈的即個安全的法案，就是講你只要影響到我即個中國。即個供應鏈安全發展，而且就影響到民族發展。是啊，這個另外一個，這個第三個，這個法案攏是安怎？攏是咧甲這個國外廠商講，你唔通甲來啊！我講這個簡單的白話就是安尼，因為啥喏？你若來，你規個攏愛接受我的標準哦。但是我若無愛接受你的標準會安怎？我就會互你制裁，我就會你抓起來，互你關起來啊！但是我若接受你，我若接受你的標準會安怎？我就會違反到美國的關稅，所以這是兩個咱講強碰的物件。所以佇這個情形下，這中國對你講，我聽起來是真歹割哦。歹割，因為中國確實若佇這件的會談內底，甲這個川普講啊，我對你開放市場。我對你開放市場，這是川普較敢去。發破的這法律唔就攏無效？是，唔是無效，有效啊。
因為大家知影有效，所以伊開放市場，大家嘛唔敢去啊。這是麻煩的所在啦，所以我會感覺講，對川普因佇這段時間對着中國也好、伊朗也好，因這個制裁，甲對着中國對去年年底到即馬一連串的這個修法，攏是針對着佇中國咧經營這個外商。其實這個法律的風險吼，我講的是風險是愈來愈懸啦。所以對着這個外資，你講伊甲要入去，我嘛這是足難的，除非着像講。像這個 Apple 因遮的廠商，因有可能甲入去，但是 Apple 的廠商要入去 ，Apple 嘛是剩 Apple 遐，因的整個 Apple 的這個銷售量嘛是一直咧降嘛，所以對着遮伊就是佇遐怎啊網燙啦，咱就講反正都已經攏佇遐設廠啊，就網燙會當趁偌濟，就加減仔趁，因為這句攏已經摕了啊。但是對着講新的甲要去入去，啊是講美國上重視的管制遮先進的技術，我嘛這陣是繼續動的。因為這擺吼，這擺這整個伊的行程，伊 Trump 對內這個宣傳，對外宣傳攏講叫 Free Up China， 吼，唔知叫做解放中國，還是做互中國自由，啊要來自由貿易。我來請教院長吼，就你觀察啊，真濟人用這個新聞點來做點，就是講，迄 Jason Huang 本來無佇這個名單頂頭，啊一直到了。飛行機已經對 DC 已經飛去阿拉斯加的時陣 ，Jason Huang 才飛去，啊，才飛去飛行機，啊，就有人講哦，其實是本隊就無安排伊，啊是上後尾透過安怎啊，互伊來，這個甲晶片的開放，甲整個這貿易的這個開放，敢有關係？其實我感覺這種操作吼，可能會當反映的是。可能川普伊個國安團隊內底有人較無願意講吼，就是黃仁勳做伙去啦。就一開始伊可能是安尼想，因為伊可能想講吼，若是互伊安尼去，可能會釋放一種訊號，就是講吼，美國準備要佇晶片議題上來開放。毋過吼，應該是刷來，就是因內底可能有講啦，就是講吼不要緊啦，也無要開放偌濟，也是根本就無要開放。毋過伊嘛是愛去。就叫伊這大頭家來對爽誒。係啊，就是講愛殺住一個，就是講吼，雖然大家攏是講這有要交我，毋過我看起來吼，就是可能佇這晶片的，閣有這半導體的議題吼，可能較濟是一種高官還是高輩，是較濟啦，就是這個。頭家去當然啦，伊可能會對各自對接一下，毋過就是講吼，這美國伊個對中國的半導體的政策吼，其實為拜登開始這種小院高牆的趨勢，其實就是一直到今嘛，就是講伊就是要佇中國甲美國的半導體的這種發展路中間的來製造這代差，就是講伊要互中國無法度去約到。美國，所以伊一定愛佇這關鍵的晶片的問題上，也製造一種管制。所以就是講，當然有可能講，若是中國願意買較濟物件，就是親像講，較多老師攏有講的，這大刀啦，是波音啦，是這牛肉，伊若是有要買較濟，可能伊會當講好，啊無我來開放淡薄。毋過這我覺這袂去影響到美國伊對中國整體的迄種佇晶片啊，閣有這半導體的管制的這種政策頂懸啦。所以你的回答內面是假設講，川普雖然有當是講東往西，講甲安尼，咱就毋知影伊咧講啥物，但是伊基本上，咱會使講啊，雖然我這話聽起來是不倫不類啦，吼，就酒醉心頭定。哦，我就甲你講甲安尼，我基本上我晶片，我就是我甲你然後甲你定掉，我就是我予你。哦，啊，譬如講，咱來當講是台灣問題頂台，伊嘛是講過，台灣 is 台灣。哦，台灣就是台灣，你毋通甲我講這有誒無誒，啊，你講我就聽。哦，我是敢若是 recognize， 我認知講你有這項代志，安尼如出如意。所以啥物攏袂改變。其實我感覺台灣問題是足複雜的一個物件，伊毋是講川普講一句話講要買去就會當，就當規個送互中國，這是無可能的代志。就是講咱若來比較這兩擺伊的訪問，就是頂一擺是佇這2017年的時陣吼，迄個時陣其實中美的關係交台灣問題攏較
較無即馬遐複雜啦。就是迄個時陣，其實經貿的問題佇中美關係之間呢，伊閣是一種壓艙石的角色啦。就是講，迄個時陣大家攏認為講，因為中美有咧做生意，所以係關係袂外歹。啊，迄個時陣台灣的議題嘛，閣是一種較單純，就是講這軍事的問題爾啦，較無親像即馬，因為即馬是中美伊的競爭呢，已經是為這地緣的物件，啊，閣有去用到迄半導體的物件，啊，煞來閣有這第一島鏈，你是要安怎去布局的這個問題啦。所以就是講，其實台灣攏捲佇這做儕議題內底啊，就是講即馬已經毋呾是軍事的物件，就是講吼啊，敢拍這聽起來聽你的這個回答內面，這聽起來迄是美國家己甲填甲較複雜啊。咱台灣自頭到尾，像頭仔老師講的，蔡老師講的，咱都毋捌甲做啥物，加計是講中華民國台灣，啊，講我比你較長，我中華民國115年、16年，我比你較長，你才70年，安尼嘛？其實我感覺台灣伊本身吼，就是講，因為伊嘛是做，我感覺唔管是對一個政黨啊，其實伊交美國攏是有一定的關係啦。就是講吼，當然啦，可能會有面對中國有態度有差，啊，毋過其實啦，美國交這兩個政黨其實關係攏有啦。就是講，親像咧第二問吼，伊去中國了後，伊雖然嘛是愛去美國嘛，所以呢，我是安尼講，就是講親美是台灣的政壇的一個主旋律啦。就是講這應該是無論向來之前攏較歹去改變啦。所以呢，就是佇這近2年的關稅的談判內底啦，其實毋管是我是講，毋管是對一個政黨來之前啦，其實大家攏知影，就是講，若是美國有啥物款的要求吼，台灣是無法度講，咱啥物攏無愛互美國，啊，咱就講就會當互規挖去中國遐，迄是較困難的代志。安尼聽起來當足困難的吼，我敢若算的吼，敢若一條可能較簡單，就放一個人出來，安尼可能較簡單，是不是？王老師，你認為講甲這個李帝英甲放出來較簡單？因為我感覺講，川普當時咧講代志吼，伊有伊的想法啦吼。伊對記者講吼，講可能講到香港迄個李志英的代志，意思是講透過這種方式，互大家知影講，這個代志我關心，看你要來處理。因為這個代志，咱咧中美這3天2夜的談判中，其實嘛算做邊緣議題，就是講這是人權問題。因為咱他講我逐項調落真困難，啊，這調落真簡單，你就一個人，啊，你甲放出來。啊，你來甲放出來，美國要互啥物？要中國啥物件？就是愛交易啊！你要我啥物件？互李志英自由。我拄仔才掠一個這個華裔的這個市長的干掉，我甲你放轉來啊！啊，不過因為李志英的迄個國際知名度足懸的嘛，香港啊、自由啦，已經是一個迄個自由港嘛。所以嘛無遐簡單哦。無遐簡單，我感覺因可能有咧做一寡思考啦吼。啊，意思是講，川普咧做啥代就是講，我先甲你講吼，啊，你放在心內，啊，你看要處理。意思是講嘛，無需要講這2天就決定啊嘛。啊，無聽到過1個月了後、2個月了後，中國有啥物代志會使做一個變通啦？譬如講，可能甲形式上甲放喺一個所在，啊無類似這種物件啦。啊就傳播民主啊嘛。因為對傳播來講話，這是毋是講上重的代志，上重的代志講，咱拄啊嘛你講，不管是貿易啦、經濟啦，還是迄個高科技啦，還是迄所謂伊朗問題，伊是要了解，所以。我感覺講，咱拄有講到黃仁勳的代志吼，其實有啥物最後一個所在，伊在阿拉斯加就互人去，你表示講傳播伊有2個最重要的迄個半導體的晶片的迄個發布，一個是 TSMC， 吼，這點啦，哦，即嘛無一個國家無一個產業會使取代 TSMC， 啊，另外是 NVIDIA 黃仁勳伊的顯示卡，晶片顯示卡，佮伊發展機器人，這2個所在對美國來講是一種福報，伊若講甲這2件掌握掉。伊就法度甲相對於中國大陸這種方面的發展，會使超越這2代，吼。所以目前為什麼要黃仁勳去？無就是講希望中國吼開放市場，啊我晶片賣互你，吼啊晶片賣互你，問題毋是講家己變的，因為我晶片來賣互你，中國攏用了，你就用你要遵守我的規格嘛。
你要遵守我的規矩。你就食会條。啊，你規個規矩，你若照着我的規矩，你就無得發電。所以某種程度伊有這種想法來影響。所以黃仁勳伊嘛說講，黃仁伊 NVIDIA 無定來講，干那是全世界的生意，中國大陸嘛愛去，因為你去差不多佔伊的發電，差不多把伊的未來的發電。所以這種規格、這種制定，是 NVIDIA 甲 TSMC 所做的部分吼。啊，另外當然上重要是講，咱看今仔日的發展，互咱感覺講，台灣問題是一個問題哦。那麼台灣問題經過這個兩個的討論了後，啊，未來因的迄個國務院還是中國的外交部，一定會提出幾個會談的結果。啊，咱再過來評論，嘛有才有法度講，大家講要那個下定來看這代志。所以老師，你認為這2點鐘外，其實是無講到台灣問題的？我感覺會講到，但是咱嘛愛知影講。啊，講到台灣問題就是各說各話嘛，基本立場嘛。基本上是安尼。中國來講，這是我紅線嘛。啊，美國講啊，這重要是大家問題，不是家己的問題嘛，結束嘛。這無都馬上處理啊，你免馬上處理。啊，問題是咱拄仔一直講的，講2026年對兩個來講最重要，所以大家若相敬如賓哦，進入2027再個講。啊，各取所需啦。哎，對無對，哎。蔡老師，你安怎看？這台灣問題是真正會有所進展嗎？因為這基本上對頭拄燕婷所講的，就是講本地是無遐複雜，所以來因為中美的對抗了後，甲地緣政治、甲這個軍事啊，而且一方面中國也加強伊對台灣的這個親門大戶，所以地區的代誌變較複雜。啊，台灣是變做是。無法度偏啊罔的叫大家摕來桌頂安尼來講，啊，這敢會有所改變？其實吼，美國因攏會判斷講台灣甲中國，恁兩個發生的代誌，到底是啥物人的責任啦？啊，這個問題就是講，攏佇伊要拍馬屁是中國，啊，所以中國你就講啊，台灣的問題安怎拄安怎，伊就講無你莫你減少威脅啊，無我。武器我想到一定愛賣，就是因為你攏一直甲危險嘛，所以我講，伊就算甲講這川普這個人要甲回吼，足簡單的，足倉促的啊。伊迄個人的個性，袂當互你佇遐咧講，啊，伊講啊，這你就安尼啊嘛吼。所以伊即屆中國都毋敢佇遐提倡啦，毋敢講傷濟啊啦，因為伊嘛無甲答應啥嘛，伊也無甲答應講啊，無來反對台獨。反對台獨即件代志足嚴重的呢，迄比較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呢。意思就是講，我若反對台獨，啊，你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嘛，就是伊贊成，因的解讀就是講伊要贊成統一啦。哦，這是偌大件的代志。啊，但是台灣就有人就咧講啊，台灣中國一部分嘛，是要抹白三面光嘛。結果最後一場空啊，三方攏得罪啦，啥啊？武器咱台灣要買全部的，要規套的，吼，迄無得，迄個無敵鐵金剛，伊無指揮艇啦，哦，你知無？稻草人無心臟嘛，無頭腦嘛。啊，買這個武器等於講較歹聽的哦，買了半套無效啦。啊，對中國來講，你攏全部莫買上好啦。啊，對美國來講，啊你來啊這重要，你若攏無買，吼。啊，台灣一寡人會感覺講，啊，咱這個阿兵哥以後要就戰場，咱就要有這個武器呢。啊，是安尼無買這個重要的。所以我講啦，我講，比做講家己創甲攏無着面去啦，吼啊。習近平要利用這，伊會講啥念在講啊？台灣有人反對哦，所以恁的意思就是講，莫閣賣台灣軍火，因佇台灣咧掛吧，結果伊佇遐逐工佇遐咧講吼，川普會甲台灣當做肉賣出去啊！這個代志袂當安尼啊，你知影是無？神也是你啊，鬼也是你啊，所以我是感覺安尼，即屆無討論，我是感覺講咱算平安啦，吼啊！但是我的意思是安尼，台灣毋是遐簡單會當互你賣啦。迄種美國法律規定。老師，你的意思講台灣即屆無討論，那麼下次會討論？迄無計數啦，你無法度用計數去甲算啦，你知無？台灣即個遮重要的代誌，袂當互你講啊，無來搭一個啊，看偌濟凊緊凊扭咧用。你甲台灣當做啥物？咱這毋是較早迄個台灣的，哦，咱經濟發展，吼，可能是即個代誌啦，伊要賣H200互伊啊，中國袂瘾甲買啊，中國講安怎？伊講吼，阮家己要發展阮家己的啦，啊無這到時吼，這H200嘛有安全的問題呢，因為這攏是美國的物件呢。
而且川普要抽頭25%啦，吼，這蔡老師就知，伊要抽頭25%，中國就無愛插伊啊。所以我喺咧想啊，有可能是中國愛黃仁勳去啊，啊無咱以後來合作，這我的看法啦。Jason 黃敢有可能直接違背着中美對抗的這個？雖然伊是生意人，吼，有可能違背着美國的政策，走去中國去跟伊合作來做這個代志嗎？這頭一個，第二個就是講，其實 Jason 黃伊的主張一直攏是，咱唔通一定要禁起來，禁起來了，伊就家己去創了吼。雖然伊的代差可能有一點啊，但是伊就用較濟，伊嘛是算會出來啊，只是用電力較濟，啊，伊就電足濟啊，攏免電就甲塔起來，伊就講土炮吼，就甲塔起來，伊嘛照常會當用啊，安尼電腦地書就講，伊會佫撐起來。老師，你安怎看這個 Jason 黃的代志？第一點，我感覺伊唔敢違背美國的管制去參與合作。伊若要違背美國的管制去參與合作吼，就特別有台灣有另外一間台灣人過去走去美國開的公司叫做 Supermicro， 叫漲着，對，去偷運這個晶片的代志吼，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講，這個Jason黃伊講這是完全無道理的啦。我感覺美國人唔是戇的，台灣人嘛唔是空的啦。啥物啊做咱若無賣伊吼，伊就會家己做。咱若賣伊，伊就袂家己做嗎？伊若會家己做，伊本來就會家己做啊。只是你賣伊的話，會當互伊佇家己整個即個咱咧講即個 ecosystem 即個生態系，會當較早建立。你若互伊只生態系先建立，互伊只系統先建立起來，等伊物件做出來，伊是毋是甲發展愈緊？所以我講美國人吼。唔是戇的，台灣人嘛唔是空的啦。若會相信即個話的人，敢若想到一字叫做利啦。伊就有利，伊就要去。伊無管即件代志是對啊毋對，伊唔管安尼講是有道理也無道理。所以其實即個Jason黃當然伊對着咱台灣的遮個真濟廠商看起來幫助是真大的，這是無需要懷疑的。但是咱台灣的廠商對伊的貢獻嘛足大的。吼，今仔日若無咱遮台灣的廠商會當幫助美國，其實咱對着這個貿易數字來看，對去年雖然講台灣面對着這個對等的這個關稅，但是台灣對着美國的出口運那是加倍呢，將近要100%的這個成長。所以我嘛若要回答拄則主持人關心的，就是講Jason黃安尼講是有道理無？我感覺這是完全無道理的。美國會煩惱無？伊一定會煩惱。是安怎美國甲要參中國講？其實對着中國來講，美國上好的方式絕對毋是講我完全無愛參你講。就那像咱台灣，咱對着雖然講中國，那像拄則蔡老師講的講一竿竿啊，即個軍機艦安尼佇咱台灣邊安尼射來射去，咱台灣的總統會講無愛參你講嗎？無呢。咱嘛是想要參你講，是安怎？因為我嘛是愛需要了解你到底是啥物想法。對着美國伊即個國家來講，雖然講美國伊的國力有夠強，但是咱慢慢袂記你講，中國對着一寡較低收入的這發展中的國家影響力咱嘛足大的。你若是一個佇國際上咧做生意的人，你一定會希望這整個的國際是安全的嘛。所以今仔日毋是。中國有夠強無？是中國伊若有法度害當遮的人，伊的物件若賣了有夠少，會當賣去遮東南亞的國家，伊對着遮國家伊就有一定的影響力啦。所以我感覺美國對着這點來講，就那像因的國務卿這個魯比奧所講的，就是講中國是一個一直咧成長咧變大的國家啦。伊會參與講，伊是為着這個整個區域的安全，所以伊無一定會講一定要針對着。特定一個公司的利益，因為特定一間公司的利益，我即馬攏愛你轉來我即個美國生產啦，我去甲伊看你特定一間公司的利益是要創啊貨。伊即馬關心的毋是講我美國的廠商的生意會當甲做啊到對去，因為伊的物件上重要，你只要開放伊要買，大家攏會買。伊關心的是講安怎互美國家己本土的即個經濟，會當互伊家己的本土的即個美國人會當感受較濟對。所以我感覺，若講即個晶片管制的問題吼，大家攏會講，對只蔡老師嘛講，就講好我開放啊，但是我要抽幾趴，抽幾趴牽涉着計數嘛。
對着中國來講，伊是毋是會答應，這嘛是個另外一個代志。是啊，所以我感覺對着這個部分，其實真正是無遐好講啦，因為若有遐好講吼，大家都袂看到講這個貿易量，中國參美國會佇去年，敢若去年爾降1300億，佇2018到2024年，攏總降一個真千億，佇去年就降1300億，台灣是增加呢，增加要1倍呢，所以這貿易的分流、生理人的往來，這是上明顯的，這大家無啥需要淡仔證實爾啦。他照老師也講過吼，講尤其像王老師講的，這牛肉啦，還是這什麼波音啦，波音雖然是大生意，但是這對這中國來講，我甲你買是啥？啊，無啥物啊，肉油啊摕出來甲你買啊。但是我知影講，你可能要做交代啊，吼，你有選民啊，你安怎？你其中選舉進程你攏有壓力啊。啊，來像魚兔這種物件，這個還佫講一支長長。對美國來講，那美國伊即馬開始咧找替代的方案。我毋知影燕婷你安怎看講？這整個伊即擺去帶遮濟生理人，看起來是敢若講要講生理，但事實上會當有所進展的，到底是啥物項目較有可能有進展？其實呢，我是安尼感覺啊，就是講有見到面。有去，就是一種成功，就是講這就是會當去宣傳的物件。啊，煞來就是其實老師攏有講啦，就是講吼，應該會買寡物件，就是黃豆啦、波音啦、牛肉啦，這嘛是會當來宣傳啦。煞來就是這伊朗的代誌，佮台灣的代誌，其實佇即擺會前，其實有媒體咧講啦，敢會用伊朗來換台灣，係有這個議題咧講。啊，毋過這佇我看來是足困難的，就是第一呢，就是台灣這問題，其實老師攏有講啊，就是這要換做歹，做無簡單啊，就是因為台灣這個議題較複雜啦。當然，有淡薄討論是講吼，這對台軍售的部分，就是講看是毋是先暫停，還是講雖然有立志，啊，毋過會賣來，但是有種討論啊，就是講敢會川普會安尼操作。啊，毋過我是安尼看，就是講吼，其實台灣的安全的問題吼，佇美國的規劃內底吼，其實毋那是對台軍售爾啦，就是講，其實即馬台灣伊是互規個第一島鏈是互設起來，就是講吼，互美國甲中國做伙甲設起來，就是其實美國伊佇這幾年吼，其實伊為日本啊，閣有為澳洲遐吼，其實攏有做儕軍事的安排啦。就是講，伊即馬是想要對中國做一個全面的嚇阻，就是講台灣是一部分。所以呢，其實這嚇阻當中就包括台灣的問題，就是所以才有過去就是日本的首相過去才會對去年時陣講啦，當台灣有事。那是去年一早啊，還是早日，還佫特別強調講台灣的問題真重要哦。所以我是感覺說，這就是一種川普伊雖然啊，伊迄個時陣是有交過去來通電話嘛，就是因為迄中國看起來是真袂爽啊，就是愛過去甲這個話收轉去嘛。啊，毋過川普伊交過去通電話了後，其實過去伊並無甲這個話收轉去，所以我感覺這就是美國一種態度的展現啊，就是講吼。伊確實是無想要佇台灣。所以這應着咱台灣人一句話講，你中國甲我美國增效轉去，我嘛甲你增效轉去。係，就是講伊表面上是講啦，好啦，我會甲日本講，啊，毋過其實你為後來發展來看，我講一支長長啊。係啊，就是日本並無甲話收轉去嘛，啊，日本閣一直佇這議題上一直有新的表現嘛，係啊，即看起來是安尼啦。啊，煞來就是講，這伊朗敢會當？中國講好啦，啊無台灣安怎啊？我來甲伊朗來甲講看覓。其實我感覺這嘛是有淡薄困難的，就是講這交烏克蘭的戰爭是有淡薄相共，就是講進前其實美國伊嘛是有一種聲音講，叫中國甲羅西亞來施壓，就是講因為中國嘛買做者羅西亞的石油嘛，啊就是講吼你叫普京莫閣拍，你著接受咱的條件。啊，毋過迄個時陣就無法度嘛，就是講。這毋是中國敢要施壓的問題，就是講因為這代誌對羅西亞來講，伊感覺這代誌無解決，問題無解決嘛，因為伊就是要
重新來安排這歐洲的一個集體安全的所以秩序。聽你的話，聽起來是你認為，就算講川普是在商言商的商人，伊嘛是必須愛顧到國際上的現實。然後有的人就是我就是不愛趁這條錢，我就是愛安尼一直拍落去，我拍到連褲都無通啊穿，我嘛甲拍落。對，我是感覺戰爭這個問題，你就是愛面對現實啦。就是講，進前川普伊當然伊是有佇咧白宮甲澤連斯基叫來罵嘛，啊講你無牌當拍嘛，啊毋過煞來伊閣是愛繼續甲伊的軍援互烏克蘭嘛，這就是現實嘛。就是講因為歐洲交美國內底有淡薄是討厭羅西亞的派系，伊就是唔願意這個戰爭安尼甲結束啊。好，我要先跳來問蔡老師哈，蔡老師。今仔會請你來，就是講，咱要來評估對總體經濟來看，美國到目前為止，經過了這6-7年的這中美的對抗了後，美國在中國的利益夠唔遮厲害，夠唔遮重要啊？還是講其實人因攏鋪排啊差不多，我只是吼甲你人的，互你啊莫閣安尼跳來跳去，啊，其實我趁我的，我已經安排甲差不多啊，在總體來看。其實這個物件。你講已經刷差不多啊，看你安怎定義啦吼。我拄要講的嘛，你對2018年川普開始對這個中國扣這個關稅以後吼，到2024年，較降一個1000億啦。雖然講有真濟廠商已經慢慢對中國刷出來，但是迄個貿易量的降吼，也較無伊佇去年，甲轉來做美國總統的時陣，降1300億遐濟啦。所以你講是毋是還有降的空間？只要像 Apple， 只要像黃仁勳這樣的人，還有想要過，代表伊遐還有一定的利益啦。吼，我嘛這是講坦白的。但是對着美國來講，伊一定愛想講安怎較有法度，或者伊的廠商慢慢啊，迄個降價對伊的依賴嘛。其實就咱台灣來講，雖然咱台灣對着中國的出口已經降真濟啊，吼，這個。佔的比率已經對過去的4成到即馬剩2成幾，要將近今年1到4月已經去將近2成5爾。但是咱對着中國的進口嘛是抑較袂少，所以其實即馬大家較煩惱就是講，雖然我起遐較少啊，但是我需要對遐進口的物件，對遮講到即個魚兔遮的物件，其實嘛是抑夠需要。你會當去找其他即個新的即個替代方案，但是這嘛是需要時間啦。所以佇這段時間內底，伊嘛是需要參中國好好來講。對，有哪愛講咧，唔通卡袂掉都要冰凍，因為這對着整個產業的利益影響嘛是真大的。啊，我補充一點就是對遮主持人講到這個波音，這個飛機的代誌，其實大家應該會記得過去中國咧針對美國的時陣，有一件。曾經就是講要限制這個美國的這個波音的物件賣過中國，但是尾啊中國馬上就放鬆伊，啥怎講？因為大家就講，你去禁止伊這個零件過吼，你家己的飛機就飛袂起來。對，所以伊就家己隨退讓啊。所以我講這個供應鏈其實因為伊是經過這20-30檔，大家慢慢安尼形成的。對，你要一個時間怎啊那個扭我掉足難的。但是，即馬有一個新的機會，我拄則講到，主持人嘛有講到，就講中國這個新的法律一直殺出來吼，迄其實是真正會互人驚的。我講句較坦白的，你若即馬美國人要派去中國看幾個人敢去，你啥物時陣會拄到這個法律風險？你只要無法度去，這公司就無法度運作，啊，慢慢啊，雙方的這個商務的往來吼，就會慢慢啊降低。這會使講就中國是挑工殺這個法律的咯。伊嘛講作白啊，伊就是挑工要送這個法律啦，因為伊已經想着講，有想着講，美國對伊的這個法律戰會愈來愈濟，所以伊嘛想講，我絕望啊，我歸去安尼哦。是啊，所以佇這個情形啊，我講要退讓一寡有可能，但是規個整個的大方向要改變，迄是無可能。安尼咱今仔講規工，啊，就是其實上這會當抽屜的空間已經無介濟啊，創實。因攏去遐舉旗啊，佇遐咧畫對毋對？但是中國攏講啥？這美國帝國主義呢？一方面講因帝國主義，啊，一方面講哦歡迎迄個美國總統來。所以吼，因最近通過的法律吼，包括中國人佇美國公司上班的，有誒攏辭退。伊講吼，要是我臨港的
當做這是干涉啊，就是哦，恁遮是毋是要來監督咱中國一寡物件？啊，是因做市場調查的時陣講安尼袂使，這違反着咱的國家安全。其實伊口頭講要開放哦，無影無佇遮，伊是要收啦，伊驚嘛，伊驚講一旦開放落了吼，吼，這幫人會攏要來甲殺我倒呢。伊驚是這，所以伊表面上講吼，我咱來開放，其實伊是國進民退啊。伊的政策是安尼，就講國家一直來控制，啊，民間的吼，我盡量要甲大家攏甲收轉來。伊無當互因遐好食困啦。啊，川普期當然是毋是對美國會放軟？其實我感覺吼，無遐爾簡單啊。中國人無遐好溜咧啊。吼，伊講口頭講放軟，但是實際伊家己檢查一大堆啊，都啊蔡老師有講啊。所以美國要完全撤離是無可能啦。吼，咱講啊坦白。但是若重要的物件，特實袂使去互目着啦。非紅的供應鏈，這足重要的概念。因為包括這歐洲的國家嘛知影講，你去攬着中國的物件，你就慘嘛。吼，即攬着中國的物件，你就是治安的問題。吼，這足簡單的道理。所以吼，兩個佇遐握手講啊足歡喜的啦。吼，酒有啉啊，飯有食啊，看出來去看祭拜的所在啦，迄種表象啦。實際上就是講，這兩個國家無遐爾簡單啦。哦，你若要爭第二名，你而且佫攏一直佇外，包括美國嘛是嘛，伊甲你的兄弟攏啊一個甲你抬啊，哦，伊是咧對你，伊敢會毋知嗎？習近平是安尼苦笑，你看伊咧甲你講話的時陣攏苦笑啊。所以我感覺是安尼啊，講美國要處理的方式足濟啦，伊服務的無用嘛會當處理伊啊，包括遐個軟體，美國嘛當講好，我以後賣互你。所以毋是講干那因對美國有稀土的武器，美國嘛有啊。美國嘛有啦，啊，所以大家吼，小個啊，大家就吼退一步，吼，你閣有機會啦。無你中國即馬經濟遐爾歹，你閣佇遐要挺興，吼，我即馬上厲害。伊閣講吼，美國即馬當咧敗啊，咱竟然中國即馬要變做咱世界第一啦。閣佇遐咧講即個夢想的話啊，川普吼，就你講的，伊做成祭奠師傅啦，大家感覺伊笑顛顛啦，啊，事實上吼，我甲你講，伊頭殼足清楚的。我是唔知影講伊到底是想啥物，但是對着這個趨勢，尤其蔡老師他所講，這個中美對抗的這個結構性已經形成啊，已經是形成啊。所以我要問王老師講，這有可能幡然回頭講啊，我足識咧，過去這種種哦，譬如昨日死啊，今日種種譬如明日生。咱吼從此我來做好朋友，啊，這女朋友吼，伊佫改名叫女朋友。而且是無可能啦，因為中國拄仔因的宣傳也袂落去講啊，希望甲美國變夥伴，莫變做對手。但伊就講到遮。啊，不過中國美國看法是講，無管是經濟、軍事甲文化，美國中國嘛是對手啦，就是 rivalry 對手關係，所以這種身份的定位是袂改變。無可能改變。即馬中國國希望講啊，我要開放，啊，大家你來，吼，啊，互一寡美國企業攏入來吼。啊，毋過咱拄來講到即個中國有一寡新的法律吼，啊，其實因為政治上無一寡限制，伊要求外商若等咧中國大陸，無管咱咧上海、北京，你即個廠商，你即個公司要有一個黨的組織，吼，啊，你黨的組織要成立，啊，隨時要監察你即個公司的發展，甲包裝做導向。啊，為這個來講，中國對這種外商的控制是足嚴格，所以最近這10年來，足儕外商攏走了，就是這個原因。哦，其實還有一個原因，講伊規個經濟發展，唔是咱想象遮爾好啦，因為足儕房地產，哦，足儕歹企業，哦，這種物件攏出現，所以足儕外商嘛咧看這個思考，吼。啊，毋過咱馬仔來講，即擺中國較咧發展迄個 AI，哦，伊個高科技，啊，只是需要資金。需要技術啊，需要外來的物件來介入，所以這樣在用種方法來叫大家攏來吼。所以即屆某種程度是互大家感覺講重心去了解講啊，中國要做這個代志。啊，毋過伊嘛有足儕風險，啊，這風險嘛是互大家知影。其實咱對台灣來講的話，咱足儕大商有啥要為中國去越南、去東南亞，就是講要分散風險嘛。吼，若有這個思考了，咱才知影講以後要怎處理吼。最後。即擺美國甲中國看作講未來要需要到陣控制國家，等咧規個太平洋吼，啊，等咧1950年代吼，迄冷戰時代，中國是美國要救的對象，所以等咧1977年，美國拍中國牌，吼，啊，52年了後，美國
拍台灣牌來對付中國，所以某種程度，這種歷史互咱做一個思考。那我意思是講，咱變做牌，表示講咱有籌碼，咱有這個利益，咱有這個利益。啊，重要是講，咱要來發揮講，咱咧中美之間，因為這樣的鬥爭中，咱發揮咱的能動性，爭取咱上大的利益。就是講，咱不只啊高科技，咱嘛有迄個人才，咱嘛有咱咧第一島咧上調的地位，對美國要甲封鎖迄個中共透過第一島咧是上調的思考點。我意思是講，咱唔知影講，甲着知影牌，後知影講，我嘛使試到這個牌，啊，對美國有優利，對世界有利，這個角度來看問題。啊，這發揮咱力量啦，唔是講變做籌碼去用這度安變做機制。你嘛知影講我要安怎做？因為你變做迄個籌碼，表示講你有價值嘛。啊，變哪甲這個價值發揮出來，就是咱來主動去發揮這個所在。